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举办的长寿法会；司政边巴次仁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宗教与文化部在达兰萨拉举办第2届西藏文化节；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发布题为《西藏人口增长与衰减史藏文新书》；驻日本代表阿热亚博士在东京出席世界和平日纪念活动；世界各地藏人继续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9月2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韩国和10个东南亚国家信众共同举办的90华诞长寿法会及文化表演活动。在活动开始时，新加坡藏传佛教主席温尼代表韩国、泰国、越南、印尼、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信众向尊者献上一尊象征慈悲年的纪念奖章，祈愿尊者长寿安康，继续转动法轮。随后，上述各国的信众还共同向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了象征全球佛教领袖的尊称，以此赞扬尊者至今努力宣扬慈悲与非暴力理念，推动世界和平的伟大盛举。达赖喇嘛尊者在长寿法会上给予开示时指出，他出生在西藏多麦地区，后来来到拉萨，在各个恩师的精心栽培下，开始学习佛法，了解佛法中有关情绪运动的知识。经过多年的学习，在西藏政治发生巨变前，获得了格西拉让巴学位。达赖喇嘛尊者还回顾了1959年逃离西藏的经历，表示维护佛法是他的根本承诺与使命。当年离开拉萨前，曾在罗布林卡的六臂马哈嘎拉像前祈祷，而后踏上了流亡之路。在尊者结束讲话后，来自泰国、越南、印尼、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文艺团队分别为尊者献上了优美的传统歌舞表演。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四9月24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觐见期间，司政边巴次仁向达赖喇嘛尊者汇报了第16届噶夏近期展开的相关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本周四9月24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庭院举办了第2届西藏艺术与手工艺展览会。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杨登荣波切担任主宾，主持开幕仪式，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顿堆多杰陪同出席。本届展览会汇聚了流亡藏人社区的艺术家和各类机构，分别展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与当代西藏艺术形式，并通过唐卡绘画、传统藏装、玛尼石刻以及彩砂坛城等，向观众展示了西藏多元的艺术遗产。在现代艺术作品中展出了书籍及其他西藏艺术品，呈现了传统与创新的融合。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上周四9月18号上午举行新书发布会，正式推出了由该中心主任达瓦才仁撰写的《西藏人口增长与衰减史》藏文版新书。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才佳、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该书作者兼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该中心副主任藏拉丹巴坚岑以及研究员索拔等出席了新书发布会。作者达瓦才仁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详细阐述了撰写该书的核心目的，并指出，自西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非法入侵和占领以来，成千上万的无辜藏人遭到屠杀，
但由于缺乏详尽的书面证据，一直难以向中国政府和民众有力地呈现这些暴力的规模。他进一步强调，为了弥补这一缺口，该书参考了古代西藏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档案、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政府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他还指出，该书旨在挑战中国方面所宣传的西藏人口极少的叙事，并驳斥他们对藏人实施大规模屠杀指控的否认。此外，联合国于1981年将9月21日定为世界和平日。为了纪念这一日子，日本核项目大使于当天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举办了第9届世界和平祈祷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王加波阿热亚博士受邀与各国外交官以及日本学者、和平活动家和学生出席了活动。代表阿热亚博士在活动上致辞时，提醒与会者铭记达赖喇嘛尊者关于慈悲与利他的讯息，以及尊者毕生倡导的人类一体性与普世责任的理念。他还转达尊者的教导，指出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然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让21世纪成为和平与对话的世纪。在当天的纪念活动中，日本书法大师立原与二松学社高中的学生与日式书道书写和平寄语。与会各国外交官和特邀嘉宾也被邀请用各自语言书写和平寄语。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之际，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继续通过各类活动宣扬尊者的慈悲与利他的普世精神。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和瑞藏友好协会共同于上周三9月17号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议会大厦隆重举办了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来自不同党派的50多名瑞士国会议员和藏人代表等各方人士出席了庆典。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共同主席法比安·莫利纳与尼古拉·瓦尔德致欢迎词，他们强调了瑞士与西藏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并重申双方在民主、和平、人权与慈悲上的共同承诺。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则介绍了在全球范围内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的相关活动。他感谢瑞士国会议员长期以来的支持，并提及联合国近期呼吁中国尊重西藏宗教自由，不得干涉尊者转世认定的官方声明。此外，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比利时90华诞筹委会联合于上周日9月21号在布鲁塞尔街头举办了一场以和平与慈悲为主题的骑行集会活动。为呼应当天的主题，70余名骑行者沿途向布鲁塞尔民众分发宣传册，传递达赖喇嘛尊者关于和平与慈悲、环境保护以及普世价值的讯息。与此同时，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于本周二9月23号在欧洲议会成功放映了题为《民主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赠予藏人的礼物》的纪录片。欧洲议会议员海德和卡敏斯基以及工作人员出席了放映活动。此外，来自比利时的藏人志愿游说小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代表，以及来自欧洲各国参加西藏游说日活动的12名藏人青年等参加了放映活动，凸显了民主在西藏自由斗争中的持久意义，以及欧洲议会议员的持续支持。另外，位于美国波特兰的西北藏人文化协会于9月13号在该市中心的先锋法院广场举办了西藏日活动。参与西藏日的团体通过搭建传统藏式帐篷与制作文创等摊位，并穿着传统服饰和表演西藏歌舞等多种形式，展现了西藏独特的文化。主办方还特别展出了40多幅讲述达赖喇嘛尊者非凡一生与全球影响的展板，
让当地民众深入了解尊者的慈悲与利他理念。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